今年的2022水域游戏体验活动哦，那我们除了一般的规划的一个水域游戏体验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年新增加了台南运河的环河挑战，以及我们的一个四昆生的生态探索。环河运河挑战的话，我们会希望说比较专业级的自己带桨，带独木舟来我们的运河来报名我们的体验活动，让各位喜爱水域游戏的玩家玩者们哦，然后体验这一个运河的一个美景哦。那因为我们在四昆生的一个生态旅游部分，我们加上了就结合地方的一个生态聚落的一个介绍，以及水域的生态导览部分。那我们借由一个聚落的发展，以及水样，还有以及生态的一个特色哦，利用导览的方式，让游客除了可以随意体验以外，更能够深入的进到我们的社区，了解我们的社区的一个发展历史哦。每年大概1月份配合我们阿伯乐花季的一个活动，结合我们新化在地的一些观光景点的一个旅游哈，可以带动我们新化这边的一个历史文化旅游观光游憩的一个活动。游客都从我们新化老街一路游到我们168的观光景点。然后来到虎头埤这边，然后到新化林场，还有我们大坑农场的休闲区那边会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观光旅游。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疫情肆虐的期间，其实我们都到户外走走也是比较健康的，尤其在一些水域活动里面，通常比较不容易造成群聚。因为你看，不管是操舟，不管是这个做其他的活动，都是在水域里面，基本上是人跟人是一定有社交距离的，所以说大家应该可以放心。那尤其时序要慢慢变热了，那大家这个亲水活动，只要在安全的条件下，防疫工作做得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可以走出户外走。这个参加水域活动应该是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水域活动还是要如常举办。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规划了好几个地方，包括虎头埤啦，包括这个运河旁边运河新站那边，还有好几个地方，包括天鹅湖这些的，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2022这个水域活动，台南的水域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拥有真侪产业隐形冠军，参像是汽车零组件配件制造以及汽车修护等等，拢是帮助台湾骑上世界舞台的重要推手。动力产业现在会当产学合作，未来发展更是值得期待。赶伫咧2022技职博览会登场进程，自由工商、昆山科大、台南市机车商业同业工会、台南市汽车修理材料商业同业工会、台南市机车修理职业工会以及台南市动力车辆产业工会，伫咧5日07天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我们合约书总共有共计5个单位，除了甲乙丙3方，也很荣幸我们市长还有我们分署长帮我们做一个见证签署。在科技日新月异的现在，能够越早开始，越早让我们的同学找到性向，找到他们未来要走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很乐于见到这个产学合作的一个开始，能够让我们许多同学能够在高中的时候就能找到他们未来想要而且兴趣要的这个性向，那能够及早开始，能够培养他们的这个技职教育到一个非常娴熟的阶段。那在产业界也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适才适所的一个从业人员。透过三合以及各工会共同合作，不但会当为学校再来教育资源，为产业培育人才，嘛会当替台湾再来加一竞争力，创造多赢局面。这是对学生对学校对业界，会使讲创造3年。希望讲今仔日咱刘文署长有来，
希望当把我头拄讲的经营带回去，跟署长那边讨论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将这个缺工的情形，能够再协助业界有经验的业者，能够进入校园，然后理论与实务能合而为一，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高职的话是启发电动车的兴趣，然后在科大端的话，我们进一步的就是做云端的程式书写甚至远端的电源管理还有整个车联网的整合。自由工商校长陈树贞表示，这次的签署，真感谢台南市各工会多方促成，也希望透过合作，会当为学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今天这样的一个签署仪式里面，就是希望找到我们这些合作的厂商、这些合作的业界，能够给我们学生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保障他们在3年的之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市场，然后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也回馈社会。自由工商汽车科成立在民国64年，历史是相当悠久。至今，犹原是台南市汽车科学生人数上侪之学校，培育过无数专业人才。这次的签署合作，不但是因应产业科技发展，更是产官学共同培育先进人才的全国首创。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宜安林美苑20号下午，伫个新城里长王安国的陪同，会同市府水利甲体育处前往竹溪儿童公园来会勘。会中议员表示，因为当地里长透过里长汇报，到处来反映，希望会用个将竹溪整治的水引来公园作为树木花草的压罐，和水资源的效益会用个达到最大化。竹溪整治以后的进水水质干净了，但是我们长期看到，它还是流到中游、下游。还是一样，各些污水没有净化的水混了在一起，流到大海，还是一样脏了。我们觉得很可惜啦，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就是要求水利局能够善用这些已经净水化的水质，这些水能够来做灌溉。因为我们看到竹溪里面的花花草草太多了，树木太多了，所以在如果就是没下雨的时候，在缺水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水去灌溉这些水、这些花花草草的。所以如果这一次能够做个简易的配管，能够利用这些已经净化的出来的水，然后做一个灌溉，我想。这对整个净化，这个当初我们在水质改善的过程中，应该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意义啦。就因为我们水源也有，但是因为它确实在下，它那个除草我们也去看，除草如果真的要取水也可以取，那如果说要配管，就要看管理单位，它现在因为如果说要配管，可能必须要从源头那边去拉。这个部分确实是需要，我们再跟体育处这边来做一个评估。除了水资源的再利用，另外伫个儿童公园的回廊加溜滑梯的部分，因为回廊顶面是镂空，一拄着落雨，民众根本就无法度美好。加上溜滑梯的部分嘛无牙印，日头一拍，民众根本就挡袂牢。竹溪整治已经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2-3年了。那在这2-3年里面，事实上有一些问题，一开始我们就在反映了不过陆续2-3年来以后，有些已经改善了，包括亲子公厕也已经完成了，但是有一些还是没有处理，就是包括我们就是特色游戏场的一个就是遮阴的部分没有处理。第二就是遮雨的，下雨的时候在就是走廊这个部分的遮雨也没有处理那。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回到这个现场，我们要求相关单位一定务必要赶快去完成它。对此，市府体育处回应，回廊的部分会先找一组来做顶面的野火部分，溜滑梯则是会甲工务局来讨论做适当的遮阳。至于水资源再利用的部分，因为除水槽到大拿国体后面公园，还有将近700公尺的距离，目前会先找现有的管道，看是毋是会用的来连接使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首庙天坛由董事长徐国润率领所有的党干事，伫玉皇上帝圣位前行礼，
并宣读誓词，全力为天坛甲圣众奉献。徐国润表示，连任董事长是责任的家当，天坛会持续关怀照顾弱势族群，希望透过宗教信仰的力量，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就任台湾首庙董事会第10届董事长，当然这个责任是非常的沉重。是安怎讲呢？因为咱时常台湾对疫情遮严重。咱来担任这个职务，当然嘛，希望咱的国家每一个人也是安怎会当国泰民安，嘛希望讲咱的经济会当好啊繁荣。当然台湾首庙天坛介重要，是讲爱做一寡社会公益，也是一寡社会福利，一寡艺文的活动，所以以新的任期开始，我嘛会加强应该做的工作，但是我要增加一寡照顾更多的偏乡的囡仔。天坛历年来发送自强号慰问金、学生奖助学金，甲提供市府急难救助经费。日后也会继续秉持着玉皇上帝灵视的心，持续重视社会公益。另外，天坛董事会将会专心投入庙务，推动软硬体改善，在环境景观、宗教交流、甲文化艺文活动等方面进行推动甲建设，让天坛成为兼具文化甲创意的寺庙。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根据基比医学中心对2016到2020年的统计，伫外伤大院的病人将近15000位，其中颜面骨折就超过1成以上。传统的颜面骨折创伤会用透过复位加固定的手术，恢复面部的轮廓加咬合的完整功能。不过，容易伫面顶管留下明显的分野。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现在透过新式的无痕内开切口微创手术，将疤痕藏伫眼睑的内层，加牙龈的齿膏，提供面部创伤的病人一种新的选择。这是一位大概中年的女性那她因为出了车祸，造成说她右脸的中点有了骨折的一个情形那病患相当担心说，因为这样的骨折会需要手术那手术我们必然会有这个伤口在她的颜面上那她觉得这样子，她担心将来这个明显的疤痕会造成她社交上啦或者是一些跟与人沟通的上会有一些障碍影响她的自信。所以在跟我们沟通后，我们选择用微创内开的方式帮她处理她的伤口，所以她的伤口就会藏在她的眼睑内跟她的嘴巴里面外观上就不会留下永久性的一个痕迹在。那病患在手术完也相当的开心可以恢复到他原本的样貌那也因此也更有了自信。我们传统的手术方式会有2道伤口，一道是在我们的眉毛的外上方，跟一道是在我们的眼睛的下面那这样的方式手术完其实常常会有2个痕迹在脸上那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微创内开的方式一个是在我们的眼睑下方那大家可能听过像我们做这个眼袋的内开手术这是类似的一个创伤的一个伤口那伤口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所以外观是看不到。那另一道的伤口我们是从嘴巴的牙龈齿沟里面进去所以这道伤口会藏在嘴巴里面。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在手术完，病患是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基比医学中心整形外科医师许汉平表示，颜面骨折通常是因为严重的外力来弄伤，可能会碰到脑部、目睭，或者是颈椎等损伤。通常第一时间会先稳定病人的生命迹象，然后再来治疗颜面的骨折，而且经过医师的评估，选择适合的手术，甲需要放的骨板、骨钉等，而且手术后嘛要避免感染，甲注意空喙的照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北门国小因为要兴建中央厨房，学生的营养午餐暂时拢是透过餐车由育护分校运送到学校。
其中分6次的参加，和学生看到拢感到非常的趣味。我们国小今年受到我们教育部专款补助新建一个中央厨房，那最主要是供应我们北门区的5所小学，还有我们北门国小跟玉武分校。今年又加了中州国小那这个供应500多人的中央厨房，在新建的过程中，因为北门国小的旧厨房要拆除，所以我们就孩子的午餐就到玉武国小来做，玉武分校来做供餐。那这一台车呢非常有特色，是因为这台车它应该是我们全国第一台彩绘的餐车，因为这里面有林庭香小姐那个创作者，她画了很多很多的图案那非常非常的亮丽那里面有画个老虎，那虎年嘛，那所以让大家感觉今年虎年的虎虎生威嘛。那还有彩绘了一些蔬果，包括茄子，还有一些蔬菜。那最重要是要让孩子知道说，这台车可以让大家把新鲜的午餐运送过来，那也提醒小朋友要多吃蔬果。当初为着要解决午餐运送的问题，由北门国小家长会会长李宗阳个人捐出全新的小型货车，提供学校作为营养午餐的配送车，并发挥创意，请艺术彩绘家林庭香，甲车加上可爱的图案，和几台车更有活力。那个餐车的是我捐赠的，是我个人捐赠。那我的想法是说，可以让小朋友用第一时间可以吃到最温暖的餐点。那我为什么会彩绘成这样子？就是不要让小朋友觉得说餐车是很单纯、很聒噪的那种营养午餐车。透过可爱的餐车来运送午餐，小朋友逐工拢非常的期待午餐的时间，会当看到可爱的餐车甲美味的午餐送到学校来，互大家用餐。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来到嘉义区的延平社区关怀据点，为着要让长辈行出厝内，设计各款无同的课程，让长辈当增加人甲人的互动，同时嘛会当加活动身体。即摆用野花的课程，让长辈当体验对彩绘甲制作出成品的过程。今仔咱上的课程就是野花的课程，咱伫庄脚所在到处拢有看到野花啦、野草啦，咱利用咱手摕到的，咱的这大自然的花材，来家己做画，做成一幅画，像迄菩提树，咱甲经过伊的浸泡，用烂，咱用牙刷家己刷一刷，变成叶脉，叶脉制成伊的书签，咱书签咱会当放喺册里，看到倒也当甲压上着，所以咱的长辈，大家拢毋捌看过这。所做欢喜的，毋知影讲咱的花、咱的草啊，遮好用，会当甲做成遮尔水的一幅图。讲实在，咱的长辈，逐工来遮，拢快快乐乐来咱的祭典。每工就是身心灵，拢是满载而归啦。透过课程，互长辈会当增加人甲人的接触甲互动，嘛会当互因动脑，亲自来发挥创意，制作出大家人拢无共款的野花作品。课程已经有，互这老师拢教过足侪项啊啦。像迄图样、迄啥迄要别人大家拢老师教。但是阮若无来遮，阮都毋捌做过这啦。少年时代都咧拍拼趁钱，食老都是即摆拄仔政府有办这啊。若无办这，阮要他有这通做啊。嘛袂当团体来做伙来大家娱乐佚佗啊。欢喜啦会当人做伙安尼，足好个啦。嘿，有真好势，真好，足好。社区内面的长辈对课程拢感到非常的趣味，嘛真欢喜社区会当安排遮样侪无同的课程内容，互因袂一直伫厝内无代志做，嘛袂无聊。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规律的困眠对人的身心拢有帮助。每一种生物体内的心理周期，拢有一个心理的时间，也就是昼夜节律。如果昼夜节律失调，不只造成困眠的障碍，嘛会互各种的器官运作无协调，甚至产生身体或者是心理的疾病。我们人体呢本身就是一个有自然的一个节律现象，它影响着我们的睡眠，影响我们的生理活动。那如果你生活作息不正常，那这个节律
昼夜节律失调的话，就会产生很多一些生理的疾病，甚至是精神疾病都有可能会发生啊。所以我们知道昼夜节律呢，会受到一些光线啊、环境啊，这个还有生活一些社会刺激因子所影响。所以你如何来调控这些因子呢？包括说你的这个如果你是白天睡觉的话，你就尽量让光线变暗，那因为我们睡觉时的体温呢是比较下降的，所以你不要让你的房间睡觉的房间这个温度太高，这个都会对我们这个睡眠有所帮助。贵综合病院身心科的主任黄泰明表示，因为光的刺激是经过视网膜下视丘的路径，到视交叉上核来调节，然后再主导体内心理的活动节律。因此，医师建议，就算是上暗班，日时甲暗时颠倒变，伫个日时困眠时，嘛爱尽量保持房间的昏暗，而且莫用电毯，影响到人的核心体温，让脑部会用得到好好的休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又一盘烤好的烧饼出炉了，员工熟练地把烧饼剪开，这些都是等等准备搭配店里各类创意内馅的饼皮。这里的烧饼组合搭配，绝对是你在外面很少看到的。老板以前他是西餐厨师，然后所以他对料理一直都还蛮有兴趣的。然后我们之前老板是北部人，然后他南漂之后呢，就在高雄这边大概下来7、8年了吧。一开始我们是开披萨店，对，然后因为披萨的时间比较没有办法照顾到小孩，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要开一个早餐店，然后再结合老板之前的一些所学，然后就弄了一个创意烧饼店。店里面蛮多到有特色的烧饼，但是我觉得最有创意的应该是那个沙爹鸡肉。那这个部分是老板之前在饭店他学到的一个异国料理，然后我们把它结合起来放在烧饼里面，然后吃到会比较有别于一般是在市面上吃到烧饼的口味。对，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蛮有创意的一道，蛮推荐的一道烧饼。我是眷村的人，因为我是慕名而来的啦。它里面的馅我们有吃过，大概都吃过吧。沙爹鸡肉、沙爹鸡还有梅干烧肉，都蛮合口味的，不错。怎么样？是不是跟你以往烧饼的印象有所不同呢？这里不只有咸的烧饼，想吃甜的，店家也都有提供哦。那甜的部分也是我们店里蛮畅销的一个烧饼选择。我们甜的烧饼有芋头跟卡士达，那这2个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酱，对啊，把它放到烧饼里面，别有一番滋味。所以老饕顾客也蛮多的。能把一份简单的烧饼变化这么多种组合，当然都是所有顾客的福气。想尝试与传统烧饼不同的风味，这里非常推荐给大家哦。记者许纯清、周福庆高雄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